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法呢，就是修行七义啊，这个内容啊也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深奥，也是非常适合我们作为初步修行人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因为这个经诸论师呢它是这样的，经诸论师呢也是当今的这个印度尼西亚的人，他是印度尼西亚国王的太子，当时呢他是一个菩萨的化身，也是一个菩萨的转世。那么他在那边呢，就是通过这个当时呢佛陀的法教呢，也就是不同的传承上师呢，也就是传到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地区。这个时候呢，他就是闻到这个佛法。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佛法有时候呢就是有些兴盛，有时候呢就是一些这个佛法的一个毁灭，就是很多不同的宗派因为有时候呢就是这一些其他的宗派比较兴盛。这个时候呢印度尼西亚的地区呢就是有了严重的这些疾病严重的一些瘟疫之类的瘟疫还有呢就一些地水火风的一些大型的灾难这些。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的太子他呢就是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就给大众呢做这个佛法的修行因为他是国王的太子，他有权利，然后他做了这么的一个工作以后呢，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地区呢，明显的这个有一些改变就是减少了很多的瘟疫，而且呢就是减少了很多的一些地水火风的灾难。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尤其更加的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他到印度然后求学，然后出了的家，然后最后呢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修行者。然后他后来呢也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所在地然后回到这个印度尼西亚。有些说这个经州论师的家乡是斯里兰卡，可能应该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都说这个经州论师的家乡是印度尼西亚，都知道都去过这个曾经他修行的地方然后这个经州论师呢在印度尼西亚弘扬佛法后来呢阿底峡尊者他听到了这么一个殊胜的这个修心的这个法要呢，基本上佛陀的84000法门的这个当中的最修行最殊胜的最无上的这个修行法门呢，就阿底峡尊者听到说经州论师那边呢就有那么殊胜的传承，然后他呢去接这个法到这个印度尼西亚，然后在印度尼西亚待了21年这个接了这个殊胜的这个修行七要的法门。后来呢他回到这个印度以后呢在印度金刚座这个转这个金刚座的塔的时候，然后就是度母实现在他的面前，您的这个弟子呢都在这个印度的北方印度北方呢就是指的是西藏，然后他就是给他这样引导去西藏去弘扬佛法传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菩提道次第的法，就给他这样这个受这样的一个这个预言以后呢，然后他呢就是来到了这个西藏，然后传讲了这个一生当中呢讲这个修行的殊胜的法，就是属于这个格当派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可以说是祖师阿底峡尊者。然后阿底峡尊者他得到这个殊胜的法然后呢这个通过阿底峡尊者然后呢这个法呢在藏区传播下来。另外一个法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萨钦贡嘎尼波这个粗主萨钦呢就得到了这个文殊的这个实修法门这两种的口诀是传承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阿底峡尊者接到了这个经州论师的传承，然后通过有3个阶段来讲这个修行七要的内容首先呢他讲这个通过人生难得然后死亡无常，然后呢就是因业果不虚轮回之过患等这个4种的法门来承担自己成为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所依自己成为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根器者。首先自己成为一个菩萨的这个根器的话呢，那么首先需要什么呢？要观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业果不虚、轮回之过患等这个法门呢，必须要修。它就是首先要自己成为一个菩萨的根器的话呢，就必须要观修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观修的话呢，那么我们无法升起真正的这种菩提心没有办法成为自己是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根器，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菩萨的根器很多修行人、很多学佛人他们这样认为我是根基特别差，我没有办法修行密法。
其实这个所谓的根基也是一种修来的，不是天生带来的。我们有些呢，就是潜意识接触过善知识，然后得到过殊胜的法，修行了以后呢，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所依的根基但有些还没有成熟，所以没有成熟的话呢，赶紧自己要修这个成为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所依的根基者，所以一定要去修，不要说我没有根基。有些人特别会说，我还是修净土法吧，我没有根基，我怎么样。其实这种呢，就是一种懒惰当中呢，就是自欺欺人的一种懒惰，老是欺负自己自己没有根基，自己怎么样。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弥勒菩萨的《经庄严论》当中来讲了，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具备了这种这个自信住的这个种性和还有呢这个随增性的种性呢，都一定具备的这样讲过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发广大的心首先呢要观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然后就业因果，然后轮回之过患等这个4种方面呢来修，然后承办自己的这个菩提心成为一个菩提心的所依。这个第一个阶段是这样讲然后第二个口诀呢，加行的时候呢，长久观修慈心慈悲心然后正行的时候呢，主要观修自他交换的菩提心到了实际的时候呢，观系圣义的菩提心这是一个正行观修的一个阶段。首先自己成为一个这个修行菩提心的根基，然后再去修这个慈心慈悲心，然后修自他交换，然后这个慢慢的升起这种圣义地的菩提心，是一个次第为什么阿底峡尊者讲的这个菩提道次第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首先呢，就是成为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根基，然后再慢慢就是让自己内心发出这个慈心毁悲心，然后呢就是自他交换的心然后呢再发菩提心这个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在修行的这个阶段出现很多这个修行道路当中的一些违缘，把它转为这个菩萨的道路。比如说我在修行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障碍的时候呢，我就很生气烦恼了，我就不愿意修行放在旁边，然后自己就是面对很痛苦的状态。这种呢，我们不会用不会盗用的意思还没有会转为盗用。在这里呢，有这么殊胜的诀窍我们就是通过今天我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一些烦恼，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呢，赶紧把它转为道用。什么呢？我在修行的时候，在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或者是我的家人对您阻碍的时候呢，我还拼命的给他抬杠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还不会用这个转为道用的缘故当我们要转为道用的话呢，首先我要去仁慈的想，他是我的这个一个修行的一个鞭策的人，我一定要去接受他，我要通过他当做一个众生，他是我的修行的一个恩人，我这样来面对。这样的话呢，本身是一个我的障碍，但我就马上转为一个我的修行的道友，所以变成一个菩提道的一个这个转为道友的一种方法。所以无论任何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样甚至我们在这个任何的事情当中呢，我们就遇到麻烦的时候，马上转为这个修行的道路，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在按照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菩提道转为道用的一种方法这个是3个阶段这样讲。因为这3种的这个实修一个次第的结合来弘扬的这样的算是一个修养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标准修行的一种试验这样才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这个学处这些呢都是不需要付出很多不需要付出多少，但我们就是它的进步它是进度是特别的快速度特别快，离成就的速度是特别快。付出很简单，没有任何的付出，在自己的家里也可以修行，不需要跑去任何的地方，我们就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家人呢当做自己的修行的一个道友这样来他是一个修行的道友，他是我的修行的对境。我们这样来去修调整自信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的修行呢就是一天一天会进步。这个叫做阿底峡尊者一生当中传的这个殊胜的法教总结的话呢，就是一种殊胜的这个一个菩提道的一个次第的法门这个就是阿底峡尊者呢就一生当中传的这个法这个阿底峡呢就是这么殊胜的法呢，阿底峡尊者他只传过这个格西中敦巴是他的3大弟子当中呢就是其中一个弟子。阿底峡尊者呢一生当中呢以一直
70多位上师，但其中主要修心法的这个传承接传承的这个上师呢，只是这个荆州论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荆州论师是阿底峡尊者的他的接的法的阿底峡尊者接修心法的一个传承的上师，然后这个中敦巴格西呢他呢也传过这个三同门的这个弟子，三同门的弟子呢就是我们在格当派的这个非常有成就的3位格西一个叫做格西不多一个叫格西金一个叫做格西普琼这3个呢就是一生当中呢修行非常有成就的，只传过这3位，然后这3个呢再慢慢传下来，然后就是整个在西藏呢就是特别的兴盛这个法教，成为在学域的这个高原地区呢就成为这个日月一般的这个称号的修行之法门的大道实修的方法呢就是它的实修方法呢就参考于这个佛子虚宗父子和寻根假丘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论言包括我们刚才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修行七要的这些呢，就是作为这个一个参考的书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阶段必须要懂得，必须要看的这些这个呢就是属于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修行七要的一个口诀。在西藏来说的话呢，修行法呢就是只有2种的传承，一个呢就是阿底峡的传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萨钦公干宁波的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这个修行法门然后这个与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修行法呢，就是都是相同的内容但意义部分呢都是一样但是次第还有呢其他呢就是更胜于一些其他的法是这样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讲这个萨钦如何讲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是这样。萨钦公干宁波呢，他12岁的时候呢，实修文殊菩萨经过6个月的这个实修以后呢，就是实现成这个文殊本尊文殊菩萨呢亲自给他传讲了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法，远离4种执着心的法。那么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法呢，是无上殊胜金刚乘道果法的前行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实修的阶段。我们作为学佛人你们回去以后，通过远离4种执着心的这个修心法我希望你们都修一个时段如何观修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当中的内容虽然我们在字面上的理论呢可能就容易懂但我们呢实际的一些在内心的确有没有升起过这种殊胜的心呢，就很难说，很多都没有升起过这种的确我觉得人生是难得的，的确我觉得生命是无常的，虽然我们很多都会说的无常嘛什么的然后人生难得嘛，甚至会唱歌的时候都会唱人生难得什么的其实真正的能够在内心中升起过吗，就很难得所以我们这个远离4种执着性的这个传承呢，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个传承的法派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位大德传授过以后呢，直接这个我的上师曾经呢就是这个陈果阿贝仁不切也去亲自传授过我，所以呢这个传承呢已经特别的亲近，而且呢这个传承也是很殊胜的一个法您刚才听到过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多么注重这个他的修行七要的传承，同样的我们今天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这个传承呢也就不容易，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法门我们要实际去修行的话呢，就通过这样的法门来去实修，运用到自己的这个思想行为当中，这样的话呢，你的修行才会有进步。要不很多的弟子虽然皈依多年觉得我自己还没有进步对三宝呀还没有升起那么强烈的信心，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实际的去实修的原因所以我希望呢弟子们一步一步的带上来。我们首先一个时段去修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这个观修过后呢，我们再修这个共的四加行，这个是属于共同四加行。然后在不共的四加行呢，我们前一阵子讲过，然后通过我们的光盘也好，或者是我们再讲然后慢慢的传这个加行，这个加行圆满以后，然后再可以给你们传这个道果的正行法。那么这样的话呢，离我们修行是绝对没有
前很多萨迦派的这个传承上师当中就是到至今很多的师父，虽然他一生中普普通通的，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他身上有什么样的成就，当他往生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这个不一样尤其是整个这个打坐的过程中往生，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死亡的这种痛苦，而且呢，他这个整个这个流出这种红白的菩提或者是他这个身体呢这么一个姿势，然后往生了7天以后身体都不会腐烂的，这个都很多经常在我们每个寺院、每个萨迦派的寺院当中都有这么一个现象都平时非常普通，没有任何说他是成就多么高，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但就是一旦就是接近往生的时候，他有那么的一个成就，这些都是我们就是非常日常都可以看得见的，不是说一种传说或者thần秘。